家中榮耀歸神，他已成就大事工。他豈不撇下這99隻，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實在告訴你有咩承諾？咩？Awesome。基於你嘅信啦，同埋你嘅承諾啦，一陣間咧，我哋會奉父子聖靈嘅名幫你施洗，你哋罪會得到赦免，同埋會有得到應許嘅承諾嘅。Awesome。Amen。讓我有個美滿旅程，讓我記着有多高興，讓我有勇氣去喊停，沒有結局也可即興，難堪的不想，只想痛快事情，時間尚早，別張開眼睛。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，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，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，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，讓我對這世界好奇，讓我信自己的真理，讓我有個永遠假期，讓我喝誰也可嬉戲，從今天開始相識當作別離，時間就似活多一世紀。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，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，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，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，願我是如何經過，寧願